明主伫这篇内面，明主食老甲咧记牛羊，所以牛羊记着明主就甲讲数万千里以来，终于如我。讲你老人家伫祖国来甲我牛国，你摕什么字要来互我？明主啊，王好叫我弟，王啊，你哪会得较讲义呢？王法，每二五国，大夫员，每二五家，书数人员，每二五星，上马高千里，二公里。我王啊，你讲每二五国，一个大夫讲每二五家，一个书数人讲每二五星，上下就高千里，拢为你来咧争啊！你一个国家一定能伊讲千乘之国，治君者，必必成其家。怎样？所以咱来了解，就看我经典啊，看行咧。伊讲我无摕你来，有仁义之意。我摕仁义要来我里面。所以呢，明主孔子讲，奉礼而行得完。你的全心，你的意拢会伫你来咧行，为你来咧谋生，为你来咧奋斗，一定社会人香港伦理行为，足侪人甲你怨叹。你问讲，伊也毋好你讲安怎，无你讲安怎，伊毋敢讲咧，心肝内对你足怨叹的呢。你拢甲咱要争伊尔，是毋是安尼？兄弟嘛是安尼呢，兄弟姊妹嘛是安尼呢，所以袂使放弃。是孔子得出得完的原因。你今仔会得完，讲过来甲你完，过去甲你完的原因，就是对，就是放弃之前。而待人不要创新实验，叫甲咱讲，毋通创新。这个新甲放创，伊拢是咱要思想思虑这事实性就很像。理可公不可书，理呢可公不可书。你会使，也这个理爱讲变起，会使是咱的书。无理有讲变做福以上，无理有讲变做福以上，咱无理，咱拢是公正的。安尼咱就是做福公正，安尼咱就是咧无公德啊！用理有书，变天百无常。咱若拢理有些拢为着咱私人，来咧设想，为着咱私人来咧打拼，伊就是目上了百姓，目上了咱的子民，天百以上。因缘自是众生，这因缘就生造出来。摕有着人就该欢喜，摕无着人就怨叹。所以无福有时而发，无甲福就是一只走出来。咱会想讲，咱袂学落外，咱学落，阮送咱怎样但过来学落，过来学落，伊会看伊平常对待真偌好。人袂学落去嘛，利己者生人义，必足完，咱一切拢为了家己，为了家己就省掉别人，所以大家就该怨叹，将欲不甘而事不福，灾祸生利，将来就袂欢喜，所以就想要家己报复，灾祸就遮制造出来。利人者自福本生，将必心福，心诚会福。你若利会当自福本生，你若当自福之外，大家心真正作诚心来甲伊欢喜，以脚挑报效，大福定，大家就人拢甲你指鼓，甲你报效，你就大福走。为何？为何何患言之孙？
你若拢互大家怨叹，毋是怨叹着你尔，含你的囝儿孙就煞，为福因必极福大。你若会当去做福因即个因为会当庇佑你的后代，因果交然无差，做啥物因就得啥物果，世尊有来讲啊，就人间世因平生作假事，让因何世果平生受假事，因果就是安尼来的，所以因果交然无差。诸佛之所以精界专门一现起来，一点呢就是孔圣人呢，清然解脱之外，为利益行的人啊，看咱当诚信的，即个讲作恶不灭，作有余点，德尽不灭，这是经里面讲的，作恶不灭，就是人祖宗必作的对了。那么定了，行善不骄，作有余用，用尽不骄，良有余也。这个人咱若做作好，是安怎咱代袂好，咱来甲信。咱的祖宗或者甲咱前地人做了歹，所以欠人的钱还袂了，行了，伊就奉献起来，这一定可以。所以圣人甲咱讲这，拢是真理。尤其儒家伦理咧讲的，拢是作实际，拢是作实际。所以这句儒家英文，我也经典咧甲看，实在有影。拢讲直接伫咱的心灵，讲直接伫咱的行为，讲直接伫咱的心思。要安怎脱离这个艰苦痛苦？要安怎修咱的果位？拢甲人讲到足详细。所以咱若会用一本册会晓看，一本册拢写足实在，也嘛浅显的。这看咱就看有，这看就看。你若看有意见演的有咱就电影嘛足济人，所以呢，咱来认真地看，演了甲看，演了甲看，看到一个久，就熟，看到一个久，这个久个心就会走出来。你到有一日，发现贯通，中庸来讲，只有用咧支句是发现贯通了，发现贯通了，即表里而精粗无不顿，而无性之专点来无不明，所以叫做处理之事。先看一个句，你就能了解，发现贯通，将不是表里精粗，无不顿，而无性之大用无不明。我这个心要用伊对一件，无一个无了解，姊妹，这圣人拢讲啊足详细，孔子论语写甲讲好到的，程子佫写大汉来讲，程子大汉讲好了，子叔叔佫写中庸佫来讲，你著甲看头的这事，这个中庸的事，偏求中，不应求庸。庸者天来之正道，庸者天来之定理。除非乃空门传授生活，子孙孔二九二差，个别之有师，以受定主。医师四言一理，中善为传师，或修学为理。后期最名有学，贯之最科从有力，其余有强，皆是他人先通者。即将心用智，就不能进起来。咱若真正个读，会当互咱将心用，用袂了无到村，所以是嘛，咱就事事认真甲看，事事认真看，咱就当了解。过来13集，是话，能以礼让为国为有，不能以礼让为国而自内恶。你也想，这咱讲咱爱来做这个礼让，这个礼让，
这个理想毋是咱个人做，咱个人做，甚至国家大事拢爱做。哦，你讲，另一理想为国为哦，你若当以理想来做，哦，甚至个国家良互咱有对一个会使安尼。不能以理想为国自理好。你若无法度做理想为国，你会当怎么样？啊，咱是怎款现象？咱今仔是有人道啊，这站出来，咱若毋做，啊，这道怎么样？啊，咱若来做，就对咱重新足用足袂离，用足袂了互咱感觉到后日回忆起来讲，哎，真正真好，真正真后悔。等下咱倒伫门前的时阵，伫遐袂叮当袂晓，我逐人出做工课，伊讲好佳哉，我较早会走的时阵就点做，你若无法进到遮是要做哪个？这真正代志，像阮台湾，咱必然经历，倒伫门前，倒过来误会，到迄个时阵，伊嘛做安尼，反正讲，我这个时阵就来安尼，人一定会送礼，我一个朋友王浩英先生，伊等下伫咧开讲义的时阵，倒伫门前来咧，我就目屎讲一路一路，会做会点做。从我真都无法度是安尼讲，伊安尼讲我目屎所以咱尽量爱做，毋通到迄个时阵，到时候要来做，就无法度所以尽量做，做到咱无法度通做。即种是孔子伫讲，说明这理想是治国的根本要义。我若讲较小个。理想是咱个人修身的要义，咱个人若理想做会出来，透讲袂成圣先贤，透讲袂成佛心菩萨，一定会。所以，这是一个根本的要义，是儒家认为礼之实质，才有思想谦逊之精神。礼真正实质，就是讲爱有修养，爱有谦逊，事一定要走出来，爱有忠，爱有谦下，爱有顺从，的即个精神，所以会做到。思想之先，礼之端也；思想之先，才是礼开始。孔子专心诸罗话，为国以礼，以人不容。这孔子呢，咱后日就读。伊呢，诸罗甲正式甲染有公司话，这伊的是无义。孔子来讲，伊无一日中互你，如何义？讲你能比讲实讲，我比你较济岁，我拢毋知你安怎样无啦。我哪有3岁啦？记节我不互记啊！大家做咧做啊，恁讲实讲，恁拢毋知影我后拄啊安尼。如一比你这为在，无啦，恁3、4个，算一个咧，恁有啥物能力？你讲我听，我当下咧起来了。主路顺利对嘛？主路呢，白开先讲啊。伊也较侪岁，爱迄个人较控歌，所以呢，伊就爬来就先讲啊，顺利就是刚好足紧的人就爬来就先讲，也有讲大声尔，从前生之国，业福大国之间，家之以属力，因之以己境，又要为之以及3年，可是有用，请以方言，为主信之，这个主路对来讲，前生的国家
来灭伫迄大国诶中间。咱呢，人拢出兵要甲讲啊，加之输赢，因其其见。啊，甚至即个国家搁贫穷，无人食，基建是无人食。互我重任呢，来家己呢，毋免偌久3年多，可是有用，就要互伊国家用的，请地方的，大家拢知影礼仪，有主就甲笑，是甲笑。啊，就讲是严谨，求你何如？对吧？风流七心，如我了说，又要维持1级3年考试，作品就你啊，以示付出，这严谨就较紧。伊讲5、6、10里，还是6、7、10里，我住来种住来田呢，有那3担我会当还有人食，若即个礼眼呢，就爱等人分出来。公司情理何如？对吧？规划编制关系。中央技术如会动，断江户原为小小，你讲这个中央我当然来学，我毋敢讲我度，我当然学。中央这个代志呢，爱大家做伙参考断江户这个理念，大家来研究。原为小小，我会当做大家扶持，精点伊好处，精实，争取老爸的精神。故失去天理，下下之中。伊伫人咧讲伊伫单琴啊，伊伫搭单琴。即摆呢，伊去琴怎啊办法？对吧？伊用三做食之中。这个精神足好呢，传统够好呢。人咧讲伊咧大琴，人咧讲伊拢听唔。是吧？互相唔要紧啊，唔要紧讲啊个。国言义气啊，我这是大讲伊的志向尔。伊讲无春节，春拢其实管教我就从当主就起要互其反无母，言而归，不自归。不言谈，有点，伊这就是讲道体甲讲道上，这哪有时间讲？三主食做，前主外，前食外，前食外，前食好啦，前食外，三主食之言出来，一国人支持啊伊，扶助有信用啊，控制到。为国以这个语言非常是心智，所以咱不论交上这位还有教，袂使是前后前后，先到前后前后，还有教，所以很起码咱要注意，有啥要注意。伫咱修办道当中，伫咱修办的道当中，一定爱讲，一定爱讲，爱有谦让的心。至社会处事一定要有谦让的心，所以有主呢，诚信主义，为国以内，其言不彰。可见彰是礼的是真对，彰就是礼的是真对。你无彰，礼是真一个卡，落去是时间是一个卡。没有这种精神，礼就只剩下一个形式，富卡是义。若无款这样的精神，礼礼是剩一个形式啦，富卡是义，怎能发挥太好用？所以咱伫道中咧讲这礼节，实际上咧有这礼节，你有感觉无？咱伫这道中。看咱足侪道亲来到道中，咧敬礼来咧参加，敢若看伊行动就知影这个人，知影这个人有礼无礼，知影这个人伊的礼真正做有够无够，所以咱看就知影，咱拢买咱看就知影，所以咱学经典咧学啥货，咱修道咧修啥货，修道要修到内外拢知。
看这个人的行动，咱就知道。哦，孔子在学了经学，所以伊正式的讲嘛，叫他们不容易思想，所以一定要了解。无了解，咱做人这原则做不出来。咱若使求道学道，但咧修道咧修假尔，修迄个较清楚，这个我足强调啊，毋是讲要修迄个空名，这个讲是。所以，孔子主张国君要礼让谦让的精神，国君要有谦让的精神，才会当影响人民，形成礼让之风气。君子我有篇啊讲啊，夫人必知礼，然后恭敬。咱人爱知影礼，即个实际情形。咱恭敬做出来，恭甲敬做出来，到真正实际的这个内容啊。恭敬然后尊重，恭敬走出来了后，人才会讲你这个人足尊敬人啊，甚至足礼让人。尊重然后小众贵贱，不伤义的。尊重走出来，小人加长辈。高贵的人甲贱下贱的人，拢会当叫走过头路。小众贵贱而不伤义的，故乱不息，而患不足。这个若做不出来，当就袂生出来，患就袂走出来。所以你若做不出来，人足久的，礼不可。这是提倡礼仪的一项课，所以咱求道了后，拢会讲叫来学礼节。学礼节毋是讲咧带笔尔呢，毋是讲咧带笔。学礼节，咱要教人学礼节，这拢会同来讲。你来学礼节，这个就是讲，这个精神来做不出来。伫外口的礼节做出来，你内心爱有这个精神，你有这个精神做出来，当感觉讲你这个人做对吗？你无这个精神，你做出来做一叉叉的事情，这样子，第14章，主啊，不患无为患所以有，不患无义有为可敌啊！咱唔免烦恼，不患无为，唔免烦恼你。后日要听到对，上烦恼是讲你我都人听到对，等下人叫你去听对，你是袂听得着。不患无义有为可敌啊！你问讲人别人拢无知影你了，你爱有想讲，我到底有啥物通知我考？我有啥物话了，方了解讲我搞的所在。这爱注意，这若内心无羞耻，对我讲，人讲心有心，行有为，你无真正无迄个对，无迄个实质，无迄个实质，你叫人尊敬，就会尊敬你哪个？人摆一个位互你，摆一个位互你，你要摕就摕多错啊个，所以咱人先了解，人会讲。人领名，你拢无领，你若是，互你领名，你会做啥工作？互你领名，你会做啥工作？互你做领人，你会做啥工作？你要了解呢？你做领人是咱地方的标杆呢，你要领地方的人呢？你本身有做无？爱家先顾及咱家己呢。你若讲人做互你做领人，你足欢喜我今日成领人啊，听到当一定爱自身先顾及。若要互你领名，你会想讲我有法度。我若有时要领名的时阵，我会当做啥工作？你甲看，名字曾经咱讲过。
天将降代志有是命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磨其体肤，空发其身，平复烦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静业其所为。明珠我来讲啊，天必降代志互你。咱有经过话，必先苦其心志呢，劳其筋骨呢，磨其体肤呢，空发其身呢，平复乱其所为呢，使互你会当动心忍性呢，但有法度通静业其所不能。所以念头想要爱是咩鬼？无为上好，无为自由开上好。你若单单执行，要安怎带领兄弟姊妹，真正要甲带到个西方，这是咱点书的责任呢。这个道亲无咧修行，伊无变会对伊啊。咱了解爱了解，爱了解爱过来去。渐渐的，会当甲创造伊的变出来。毋是遐简单呢。所以咱来充实的智慧，爱光明眼光，看到伊的变出。较早的人医生咧蒙昧，咧过线蒙昧，甲蒙昧就知影讲，你对一个点对一个点，这毋是的。这个医生是咱讲啥医生？这个医生就经过检验、经过检查、经过报告出来，才讲你这就有滴安怎样？你这答滴安怎？拢无经过检查，伊甲你看就知影讲你有滴安怎样？毋是遐简单呢。较早是蒙文论钱的，术的。蒙看到你的身体，看到你的人，就知讲你病对个。文就是听到你咧讲话，就知影讲你对一个病。问就是讲甲你问看你对一个你无所看对个程度。这是第三讲的，第四讲的，第四种的功夫就是蒙昧咧。蒙昧是上含捌的功夫咧，蒙问切咧。拢问遐你拢听无，毋知安怎答。蒙昧才知影讲你对一个咧蒙蔽呢。真若蒙昧知影讲，对一个蒙蔽上老的，较早的上含捌经比遐上老的。所以姊妹，咱来了解，就毋知讲积精补气，爱重情轻愿，但身体对个，咱来积极活动，做出来。跟老师经理讲，老师经理讲，伊讲迄一经理讲，伊讲伊拢会错，伊拢会错，真真难咱咱今仔想到较深啦，袂使即无了解，也放互马马虎虎，将遐姊妹带你倒去，你毋知，别人怎个错咱毋知。咱毋知是怎样做，爱用无面对个是安怎对了解？你若毋知伊病咩拢袂好食，伊咧发烧，你搁咧巴掌互食，袂死嘛死。所以咱一定要做。所以呢，不患无为反所业，不患无义有理可抵啊！一种是控制。免人亦求自己的才学啊品德，控制免得咱人，家己求咱家己的才学，甲咱的品德，这个足够，才学甲品德，毋是咱做题，是咱做好嘢，你要会用真来讲，讲真来讲，这个所以是孔子向来主张君子以自己小人就是孔圣人这讲的理啊。君子来求自己，求咱家己，求咱家己。小人来求自己，小人讲你甲我帮助，我这个工作你甲我帮助。
看咱做本满的，分数以前呢，分数是我家己爱站得起来，爱有判断的能力，使我这个代志当圆满，这才是分数的境界。小人都不是安尼有主，所以辩论篇讲主讲，不犯人之不惧知，犯人之不灵也。我无烦恼，恁拢唔知影我。爱烦恼讲，我无对一件当互我苦恼，犯之不灵也。为人讲迄篇，我讲，君子并无灵验，不并人之不惧知啊。君子烦恼咱家己无在管，无灵验。不并人之不惧知，袂去烦恼讲你都唔知我在。从你用法，咱家己用法，咱家己知影。所以君子并无灵验，不并人之不惧知。所以你甲看，逐日你就感觉讲对头毛讲来到骹底，也互你愈看愈清晰，愈看愈爱看。你若看了后，人讲诸葛亮亮，你还比诸葛亮还亮，真正。所以，都有不将文章的意思相同。有荀子《非十二子篇》来讲，君子灵为可贵，不灵使人不贵己。君子呢是你熬才可贵，你袂使叫你逐个拢来尊敬我，我足可贵呢。灵为可用，不灵使人不良己。你有才华，当得来请。你袂使叫人犯一定来用我。你都无搞人什么用你？你甲看，文王去拖车，孔子话讲会使啊，会使啊，你就甲我拖车。我坐先调拖车，毋知来老师讲，甲武王讲，讲到人毋来招着，也招普通人来互招。文王问老师讲，你去请有员工怎样？伊就讲老人毋招着啊，我招他们来互招啊。文王就知影讲安尼讲为什么做回事？所以伊本身去讲会使啊。你若请我要做改做人袂使啊。我坐车你如果脚拖车，别人袂使哦，就你才会使哦。文王伊感觉讲有需要，好，我建议你坐，我拖，毋知拖88步，880步啦，有啊，讲我无力到这。伊讲佫一步嘛无法度，佫一步，伊讲一步嘛无法度。你话讲你抽条880年，是啊。伊讲安尼你佫欺负我孔明先生老比去三江孔明，这个讲，你若三步起来讲，咱来了解讲，你请一个高人，毋是遐简单呢。你袂使讲我做到的，袂使。孔明诸葛亮毋知影老比去甲请人，当然知影老比去甲请人。伊天天咱毋出来见个，天天走边仔去毋出来见。到第三个去请伊，歹势，无出来就会使。
休息一下。伊做做明成分啊，要老皮到边仔徛等咧，但是嘛，要知，要请着，要请着高红先生，所以免为可用，不数钱，不能数钱，必用意啊。免为可信，不能数免为数意。我主体不信，不体见，体不信，不体不见信，体不灵，不体不见用，也是甲本种的上的意思，就是安尼了解。所以咱家己要保护咱家己，规件重，规两重，啊，咱就当做什么？所以不学才会使，强是有闲一定仔学，一定仔坚定。人是安怎成现？人是安怎成的？今仔日咱甲大家是了解，咱来保持的好一点。眼主讲顺好人呀，有好人呀，有为者会出事，所以咱看咱的知识，互咱听下者。他们。